人生亲像跋筊，输赢一半一半。若是赢就变成东，输就变草人。无啥物是真正好人，只是利益牵手作伴。手机仔对面的查某囡仔，即马倒伫啥人床骹？伊去空间了，伊予击败了，努力的结果，甲伊即马也是同款。人生海波浪，拢有起起落落，做人的道理，只剩成功。